再来看南投县政府拍算要伫民间乡区本设焚化厂，也毋过离婚林县拿来的净水场无到10公里。婚林的民意代表是真烦恼，讲会污染到民生甲灌溉的用水。婚林县政府表示讲，即马焚化炉的环评阁还未开始，因会来反映地方的心声。南投县政府要伫个民间乡起新的焚化炉，不过离民间乡无偌远的婚林拿来，真侪民众拢唔知。当地民代认为民间乡离拿来净水场无到10公里，未来若准起新的焚化炉，恐惊影响到婚林县内民生，还有农业用水。它绝对会污染到我们的自来水的净化，整个污染，整个自来水净化的过程当中呢，会造成严重的污染。更何况又是我们旁边这边是一个我们3号水门的取水口，面临到斗六大郡的一个整个取水口，这些取水口都是灌溉整个云林县所有农田的灌溉用水。民代表示，唔是反对南投县起新的焚化炉，只是讲选的地点有真大几率，若烦恼到婚林民生，也有农业用水，也烦恼拿来举办也会搬山路线，未来可能拢会受到影响。婚林县环保局也讲，已经有密切注意，也会表达意见。经过初步了解由于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有进入到环评的一个程序相关的内容也还不清楚。那我们会随时掌控相关的一个内容充分反映地方的一个意见。那依照环评法的规定，我们针对空气污染扩散的模拟是范围10公里以内的范围，我们会进行评估那目前云林县的县境的范围并没有在我们厂址的10公里以内所以不会纳入我们这次评估的范围里面。南投县环保局表示，目前焚化炉选的地点离婚林县超过10公里，依法免列入去评估范围。若这环评会议是公开说明，若准有相关意见要反映，拢会当伫咧环评会议当中公开讨论，袂单独伫各县市来做说明。公司新闻综合报道。